来继续要来关心的是欠水的问题。这个云林斗六乌山水库的储水量剩35%，大约是1800万吨，拢已经会当看到乌白两色的石头了。虽然这几天陆续有来落雨，但是嘛敢若增加10万吨的水，这甚至是无够一天的用水量。乌山水库管理中心是呼吁乡亲爱较欠用水的。 看到乌山水库乌白两种色水石头，互常在来遮运动散步的民众讲，即马有影较欠水，含用过满水位时，水位是较唔过白色石头，即马是规片看现现。本来那边都没有那个小草，现在就长出一点小草这样子而已。即马当时倒水期到昨为止，乌山水库的欠水率敢若剩35%，超是1800万吨。虽然伫咧前一阵有落雨，不过水库敢若增加10万吨的水，甚至是无够一天24万吨的用水量。大概约有10万吨的一个进账啊，那因为下雨不多啊，那我们还是多少有尽一些不无小补。 水库管理中心讲，今年水较欠缺，呼吁民众大较欠咧用水，嘛期待每一雨紧落来，你民众就免惊无水通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